我本科係讀澳門大學 FBA 嘅環球商業管理專業，咁我研究生咧喺清華嘅經濟管理學院咧讀咗2個學位。其實我一直都有 keep 住 follow 勞工局嘅動態啦，都了解到呢個計劃。咁最初我係抱住試一試嘅心態參加面試，主要係希望話了解下澳門而家嘅工作環境同埋企業嘅就業嘅機會。我第一個 project 就係參加咗集團同 NBA 喺2005年嘅中國賽嘅項目協助相關嘅工作。喺呢樣嘅平台上邊去學習咧，其實同時我諗都可以創造一啲自我嘅價值。首先我哋多謝咧勞工局啦，咁就同我哋咧展開咗嗰個管培生嘅招聘計劃。咁我哋咧就請咗啲7位同學咧，其實我哋非常之滿意嘅。即係我哋請佢過程當中，知道佢喺學校裏邊咧係一個非常之優秀嘅學生啦，但嚟到工作上面咧，我哋都感受得到咧佢哋嗰種上進心啦。所以咧，我哋非常之滿意今次嘅招聘計劃。所以對於後生仔嚟講，我係建議咧，就大家一定擁抱呢個學啦，係嘛，好奇嘅心態，要不斷要了解係 explore 呢個世界係而家發生緊乜嘢，或者未來你要了解係將會發生啲乜嘢。